咱台湾木姓国选手吴思琪已经确定提牌啊，也因兜伫咧台北内湖所开的这间面店啊，嘛随甲海报打出来。吴思琪阿姊讲，伊相信伊的小妹绝对有金牌实力，嘛真感谢大家对伊的支持。 这间伫内湖区的面店，铁门半关咧，店内阁有搭着木姓鼓好手吴思琪，去年伫亚运得到铜牌的海报，小可会当看到伊的爸爸妈妈伫厨房在模型，准备中昼要来营业。吴思琪晋级4强的消息一出来，店外吸引媒体咧等台，加条一家伙仔，最后由这大会出面受访，一直讲规家伙仔欢喜到困袂去。 我们家都超嗨的、啊，我们家一整个晚上都睡不着觉，开心到睡不着觉。东京奥运因为受伤止步，巴黎奥运光土登来，吴思琪克服难关，这届已经徛稳伫铜牌进前，但比赛还未结束，伊阁要继续往金牌之路前进。即个讲，这段期间行紧张，尽量无爱来搅了伊的心情，只有传信息来关心。即马要来招全台民众替伊加油，互妹妹通往巅峰。 相信他一定可以拿金牌的，没问题。家条的亲人嘛是爱来表达对吴家查某囝感觉骄傲的心情。这受访了后，提出红色海报搭伫门口，恭喜伊来到4强，照常营业的鸡汤面店顶卖招牌的一味，支持查某囝克服一道难关，摕下奖牌，甲你无屈信路上相逢累累的阴影，佮坚持到底，祝福光光。记者林文培后做台北报道。